希伯來書第1章，在古時代，上帝千多擺用各種方法，通過眾先知對愛豆嘅祖先講話。總係在了末後嘅日嚟，佢通過佢嘅來嘅對愛豆講話，這個來嘅上帝是通過佢創造宇宙，又設立佢來承受萬有。佢係上帝嘅榮耀所發出嘅光，係上帝本質嘅真相。佢用佢大能嘅話托定萬有，佢洗淨人類嘅罪惡以後，就坐在天堂至大權能者嘅右邊。倆來嘅地位遠遠超過眾天使，將上帝所賜佢嘅名比天使嘅名較尊貴。上帝從來唔是對任何一個天使講過，你係我嘅來，根本於我做你嘅阿爸。佢也唔是對任何一個天使講，我愛做佢嘅阿爸，佢愛做我嘅來。上帝愛差派佢嘅種子來世間嘅世界，佢講，上帝嘅眾天使隆重愛拜佢，關係天使，佢講，上帝本佢嘅使者上做風，本佢嘅奴僕上做火焰。總係講到來嘅，佢就講，上帝啊，你嘅寶座萬代長存，你用公平掌權，你歡喜公義，厭恨罪惡。所以上帝，你嘅上帝先立你，本你充滿喜樂，陽光同盤。佢又講，主啊，希求你聽大地嘅根基，諸天也係你親手創造嘅，天地會消滅，總係你永遠長存。天地會將三腐爛體按樣消失，你要將天地建起來，將建外拋，佢哋會將三腐漸漸沒體，總係你永遠唔會改變。你嘅少年無窮無盡。上帝從來唔是對任何一個天使講過，你坐在我嘅右邊，等我使你嘅手貼伏在你嘅腳下。阿娘，天使係乜嘅呢？佢哋係侍奉上帝嘅靈，上帝派佢哋來幫助佢哋愛承受救恩嘅人。